转来看国内台南捷运第一期南线的宽频案，昨总算通过。因市政府是按说2026年年底动工，并5年内完工通车。台南捷运第一期南线伫年初宽频小组，甲3月2交通部审查通过综合规划了后，4月24环境部第12摆宽频大会，环境部委员会认同审查通过，唔免办理第2阶段宽频。台南第一条捷运有重大进展。自己是还蛮乐观其成的当然对我来说，越早完工越好嘛。就是我能够越快搭到捷运，对我来说一定更方便。但是做这个台南捷运的话呢，它势必一定也要做好这些人行设施，不然的话，人下车没地方走，也说不过去嘛。就是担心它在盖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交通跟出入，是希望它盖的时候不要拖太久。民众有的期待，有的烦恼。事实上，台南捷运第一期南线计划是进度上紧的路线，系统是用高架下座的单轨道系统，经过永康的中华路、东区中华东路、东门路，也有林立区的中山路，才会人口较侪所在。头尾8.39公里，而且设置10座高架车站，也有1座维修机场。目标是伫2026年年底进行动工，2031年完工通车。工程会采用那个中央分隔岛的方式来做一个立柱的一个工程的推动就是参考国内其他都在推动高架捷运的一个经验我们后续可能会研议第2条，就是我们的蓝沿线的部分我们的可行性研究的一个报告也已经送到交通部，等交通部召开委员会的审查。另外，其他的路线、红线、深绿线，也有绿线可行性研究，拢在规划当中，会赶紧完成，并且提送中央审议，来大力推动台南捷运的建设。记者台南报道。